大家好，歡迎嚟到點讀，我係你哋嘅主持。喺呢個頻道，我哋會一齊探索心理學、哲學、經濟學，仲有各種實用工具書嘅世界。我知道大家平時生活都好忙，想睇書，但係又未必抽到時間，或者見到本厚一厚嘅書就已經頭暈啦。唔使驚，呢度就係為咗你哋而設嘅。我哋會幫大家讀完、過濾埋，將最精華、最有啟發性嘅內容分享俾大家聽。今日我想同大家深度拆解一本書，就係由以色列歷史學家哈拉瑞 Yuval Noah Harari 所寫嘅《人類大命運 Homo Deus: A Brief History of Tomorrow》。如果你有睇過佢之前嗰本《人類大歷史》，你就會知哈拉瑞最叻就係用一個宏觀到不得了嘅視角去睇我哋人類呢個物種。而呢本人類大命運就係將焦點由過去轉向未來，佢唔係要同你做啲咩神棍式嘅預言，而係根據而家嘅科技、生物學同埋歷史趨勢去推論人類即將面臨嘅巨大轉變。大家準備好未？我哋而家就進入呢個關於未來嘅震撼旅程。首先，我哋要諗下一個基本問題：人類下一步想做咩？作者喺書嘅開頭就提出咗一個大膽嘅觀察。佢話喺過去幾千年，人類一直被三大問題困擾住，就係饑荒、瘟疫同埋戰爭。以前嘅人覺得呢啲係神嘅旨意，係避唔開嘅命運。但係去到21世紀，雖然呢啲問題未完全消失，但人類已經將佢哋由不可抗力嘅悲劇轉化成可以解決嘅技術挑戰。而家死於肥胖嘅人其實多過死於饑荒嘅人，死於自殺嘅人多過死於戰爭、恐怖襲擊同埋犯罪嘅總和。當人類解決咗生存嘅基本威脅之後，我哋嘅目標就會升級。哈拉瑞認為人類新嘅議程將會係追求三樣嘢：長生不老、幸福快樂同埋進化成神。呢度講嘅神唔係指宗教入邊嗰種無所不能嘅創世神，而係指透過生物工程、網絡工程同埋人工智能，獲得以前只有神先至有嘅能力，例如創造生命、改變肉體，甚至係直接控制大腦神經。呢個就係書名 Homo Deus 嘅意思，神人。作者提醒我哋，呢個唔係科幻小說，而係而家進行緊嘅科學研究。當我哋追求呢啲目標嘅時候，我哋其實係喺度重塑緊人類嘅本質。要理解未來，哈拉瑞話我哋必須先理解點解人類可以統治地球。佢提出咗一個觀點：人類之所以強大，唔係因為個人特別聰明或者強壯，而係因為我哋係唯一一種能夠大規模靈活合作嘅動物。而合作嘅基礎係建立喺虛構故事之上。咩叫虛構故事？例如國家、法律、金錢、人權，甚至係神。呢啲嘢喺自然界係唔存在噶。你喺森林入邊揾唔到一塊叫人權嘅葉，亦都唔會有一隻獅子因為認同資本主義而唔食你。但係只要大家都相信呢啲故事，我哋就可以組織起成千上萬嘅陌生人去完成宏大嘅工程。呢種主觀想象嘅現實，先至係人類文明嘅基石。但係作者喺書入邊帶出咗一個令人不安嘅分析。佢話由中世紀開始，人類嘅主流價值觀經歷咗一次巨大嘅轉向。我哋由崇拜神變咗崇拜人。呢種現代嘅宗教，佢稱之為人民主義。人民主義話俾我哋聽，人嘅感覺、人嘅自由意志係最重要嘅。投票嘅時候，我哋聽選民嘅感受；買嘢嘅時候，我哋聽消費者嘅喜好；藝術嘅好壞，由觀眾嘅眼光決定。我哋相信每個人內心都有一個神聖嘅靈魂，有自由意志去做選擇。不過呢個自由意志嘅觀念，正正就係作者喺書入邊重點拆解嘅細節。佢引用咗好多現代腦科學同埋心理學嘅研究，去話俾我哋聽，所謂嘅自由意志可能只係一個幻覺。科學家發現，當你以為自己自由地決定去飲一杯咖啡嘅時候，你大腦入邊嘅生化電子信號，其實喺你意識到之前已經決定咗。我哋嘅每個決定，其實都係由遺傳基因、腦部化學反應同埋環境因素共同決定嘅生化演算法。如果你嘅大腦只係一套複雜嘅演算法，咁自由意志仲存唔存在呢？如果連我哋嘅感覺都可以透過藥物或者電刺激嚟操控，咁人嘅感受仲係咪神聖不可侵犯呢？呢個細節好關鍵，因為一旦我哋否定咗自由意志，成個現代社會嘅根基、民主、自由市場、人權都會動搖。
作者指出，喺21世紀，科技嘅發展可能會令到人民主義崩潰。佢提出咗兩個可能性：第一係人類可能會失去價值。喺以前嘅工業時代，就算你係一個普通人，國家都需要你，因為國家需要士兵，需要工廠工人。但係喺 AI 同機械人嘅時代，大部分嘅人類可能都會變成無用階級 （the useless class）。呢度嘅冇用唔係指人格卑微，而係指喺經濟同軍事體系入邊，你已經唔再被需要，因為 AI 做得比你更好、更平、更準確。當一小群精英掌控咗最先進嘅生物科技同 AI，而大部分人失去經濟價值嘅時候，社會階級嘅鴻溝可能會變成生理上嘅鴻溝。富人可以透過基因工程將自己變成長壽、聰明、強壯嘅神人，而窮人就只能夠維持原本嘅智人狀態。呢種不平等係歷史上從未出現過嘅。第二個可能性係數據主義 （Dataism） 嘅興起。作者認為未來嘅世界可能唔再以人為中心，而係以資訊流為中心。數據主義認為宇宙係由數據流組成嘅，任何現象或者實體嘅價值都取決於佢對數據處理嘅貢獻。喺呢種觀點下，人類只不過係一種舊式嘅數據處理系統，而 AI 係一套更加新、更加高效嘅演算法。如果演算法比你更了解你自己，如果演算法可以幫你揀工、揀伴侶，甚至幫你做政治決策，咁點解我哋仲要聽自己嘅感受？點解唔將決定權交晒俾大數據？當我哋所有嘅生活細節都被轉化成數據，餵晒俾演算法嘅時候，人類嘅個體性就慢慢消失咗。我哋變成咗網絡入邊嘅一個節點，最終演算法可能會取代人類，成為地球上最高嘅權威。聽完作者呢啲分析，你可能會覺得好沉重，甚至覺得未來好灰。但我喺睇呢本書嘅時候，反而有一種好深嘅反思。作者唔係要嚇我哋，佢係要提醒我哋。佢喺書入邊成日強調一點：歷史研究嘅目的唔係要預測未來，而係要將我哋由過去嘅束縛中解放出嚟。當我哋意識到我哋而家相信嘅故事，例如金錢、國家，甚至係對自由意志嘅執着，都只係人造嘅概念時，我哋先至有機會去思考，我哋係咪真係想要咁樣嘅未來？我個人最深刻嘅一個細節係作者討論痛苦同快樂嗰部分。佢話雖然人類科技進步咗咁多，但係我哋嘅快樂程度似乎冇乜點提升。點解？因為快樂本質上係一種體內生化反應嘅平衡。當你達成一個目標，大腦會俾少少多巴胺你，但好快就會消散，令你追求下一次刺激。如果我哋唔了解呢個機制，淨係一味追求物質或者科技，我哋只會變成不斷跑圈圈嘅倉鼠。作者提醒我哋，與其追求神聖嘅力量，不如先去了解人性嘅痛苦根源。呢個觀點其實好有佛學嘅色彩，亦都係我覺得成本書最溫暖懷嘅地方。人類大命運呢本書真係好厚，內容博大精深。我今日只係同大家分享咗其中最核心嘅幾個論點。如果你有時間，不妨去圖書館借嚟睇下。作者嘅文字非常有感染力，佢會帶領你穿梭歷史同未來，去思考一啲平時我哋絕對唔會諗嘅終極問題。你會發現，原來我哋習以為常嘅生活模式，其實處於一個十字路口。意思即係我哋平時覺得理所當然嘅生活，例如自由、選擇職業、追求個人情感，或者相信努力就有回報，其實全部都係建立喺人民主義呢一個特定嘅歷史支柱上面。但係而家呢兩條柱正喺度動搖。當大數據同生物科技發展到一個臨界點，我哋就唔可以再好似以前咁直行直過。企喺呢個十字路口，一邊可能係將人類完全交託俾演算法嘅數據主義，而另一邊就係我哋要重新定義咩叫幸福同人嘅價值。作者想帶出嘅係一種歷史嘅偶然性。以前嘅人覺得君權神授係永恆，結果被推翻咗。而家我哋覺得人權至上係永恆，但其實我哋正處於人類幾千年歷史入邊最關鍵嘅轉折點。未來嘅定義正喺度改變。而我哋呢一代人就係企喺路口要做抉擇嘅嗰班人。好啦，今日嘅分享就差唔多啦，非常感謝大家咁有耐性聽我講咗咁耐，希望呢啲內容可以帶俾你一啲啟發，或者令你對未來有唔同嘅睇法。
喺呢個變幻莫測嘅年代，我哋更加需要靜落嚟睇多啲書，充實自己嘅內在。如果你鍾意今日呢段片，記得一定要幫我 comment、like 同埋 share 俾你身邊嘅朋友。你哋嘅每一分支持，對我哋點讀頻道嚟講都係好大嘅動力。等我可以繼續為大家分享更多好書。仲有，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開埋個鈴鈴，咁你下次就唔會錯過我哋其他嘅精彩內容啦。期待同大家喺下一本書嘅旅程入邊再見。最後，我又要留低一個問題俾大家反思啦。如果有一日有一個 AI 演算法，佢對你嘅了解程度甚至超過咗你自己，佢可以幫你做出所有最正確嘅人生決定，你願唔願意將你嘅人生主導權交俾佢？點解？歡迎喺留言區同我分享你嘅睇法。多謝大家，下次見。